咱做人都要有同理心。台中有一个妈妈啦，甲华视新闻投诉，讲伊塞一个囡仔车，带囡仔要去坐火车，车厢内面已经无位啊，剩一个无人坐的博爱座，也毋过有4台脚踏车挡掉咧，无法度挖紧。骑脚踏车的人是一边啊，有看到这个大人带囡仔需要坐这个博爱座，也毋过因拢总无行动，有看到动作，无看到。 妈妈如用离车带囡仔坐火车，这破坏座明明是无人坐，却叫4台铁马挡掉咧。车厢已经无椅位，为做乘客是用骑。看铁马坐火车的骑士看到囡仔上车，并无将这铁马甩开，让出破坏座，继续翘脚开讲。我会开口制止，请他把这个脚踏车稍微挪一下，让人去使用，而不是车先使用。我觉得我需要，然后被占领了这个位置的话，就觉得非常不舒服。看铁马坐火车不是袂使，但是代替有规定，区间车的第1车甲第8车总共有4个车架，会当互8台铁马上火车。不过这4位骑铁马，煞将车放伫这无车架车厢内，挡掉博爱座。列车长会请他在最近一个停靠站下车，而且是补自行车全票的票价。 骑铁马坐火车要遵守规定，将这铁马停伫车架车厢。这4位骑士就算有加买这铁马1张半票，嘛只会当停伫车架顶，袂当占用乘客的空间。